讲到耶稣的胆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念的特别过新的一年，愿天父上帝甲咱摆设生命的恩赦，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诗篇第23篇第50讲：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恩赦；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上帝甲咱摆设属灵的恩赦、稳定的恩赦。对敌是即个圣经中间即个字，其实伊的含义是各种的困境。用对敌来象征人类伫生活中间所拄着各种的困境。愿天父上帝纪念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，咱虽然可能嘛会阁拄着困难，但是愿天父上帝伫咱的面前，甲咱摆设稳定的恩赦。咱用祈祷的心来领受上帝伫今仔日伊的圣神所要带予咱的鼓励，咱做伙同心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伫你的圣殿内底来做礼拜。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大会，一年一摆的会员好会。伊甲一般的社团组织开会无共款，伫你的圣会中间大会，也是一个礼拜。所以恳求你伫阮的面前来监察阮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你家己的教会，你所设予阮的这个葡萄园，阮伫你的面前恭恭敬敬摆在伫你的面前。主伫过去的一年，阮所做，然后主你欢喜，主求你纪念阮，设使阮所做，然后主你担忧看虑，主亲像你今仔日甲阮讲的，主你要将你的担放伫阮的肩胛头，因为你的担是轻，你的担是快。主求你帮助阮明白主耶稣所讲今仔日这句话，互阮对头到尾完全了解。因为阮欢喜听你头一句话讲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群你，你要互阮得到安息。阮真欢喜听到这种的应允，但是阮未明白为什么你阁甲阮讲，着学我背我的担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真做一个有能力、有使命感的基督徒。我毋是干那坐咧听候父母的养饲，我毋是干那倒咧互人来照顾。我要真做一个有能力来担当使命，来参与上帝你的荣耀、天国的道。主求你天父上帝帮助，互今仔日讲的听的，拢平平得到圣神的鼓励、扶持甲差遣。主愿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，互阮当心来听你圣经的话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，无论是诗篇23篇第4节、第5节，真实的。我周报顶关写第5节、第6节，应该是第4节、第5节，以及咱伫今仔日所听的马太福音11章28节、29节，甚至今仔日的金句，特别今仔日的金句咧解说这两段，补充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明白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最重要就是要互咱成做一个自由的人、喜乐的人。咱无搁再互黑暗的关系，互旧的习惯，因为伫人生中间有一种的担，叫做辖制、捆绑、阻挡。咱可能嘛会感觉，有时若受气起来，无容易平静；若看路，无容易快乐。所以人的心中有一种的软症，迄种叫做骄傲，嘛叫做辖制。愿主耶稣的圣神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地地，伫新的一年，甲主同行，因为主讲，我要背你的重担，我要亲自担当你的罪过，我要医治你的伤、你的病，
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，互咱带着鼓励、信心，相信上帝的确伫将来甲咱陪伴。这就是今仔这个经文。今仔的经文诗篇大笔安尼讲：伫对敌的面前，上帝为着我摆设生命宴席。这句话毋是大笔做国王了后才安尼讲，这句话应该对起头来讲，因为大笔是一个各样的囡仔，就亲像咱台湾人，咱住伫竹塘，咱常常讲，阮就是一个草地囡仔，做事人。大笔是安尼大汉的，所以大笔伊讲：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宴席。有可能伫旷野的暗暝，豺狼来食伊的羊仔囝；有可能伫曠野拄着无期待忽然的这个风雨，所以代表拄着各种的困境。伫困境的中间，上帝甲咱摆设宴席。主啊，这是咱教会今仔日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伫将来的人生带着信心，无惊吓。我靠上帝，你讲无论我拄着什么种的情境甲困难，无论我拄着什么种的情境甲困难，我相信我的上帝要帮助我。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甲咱摆设这个属灵的宴席，伊个用油抹伫咱的头壳顶，互咱的福杯满溢。这句话咱朗朗上口，咱拢会晓背，但是兄弟姊妹会晓背无够额，就亲像咱查经了后背圣经，安尼还阁无够额，爱互经文请做信心甲力量。今仔日耶稣讲的担是稳定的担，因为犹太人守上帝的话，守上帝的律法，守2000年，艰苦做过，伊叫做律法主义、教条主义。真侪基督徒伫咱的信仰中间嘛是安尼，咱读圣经了后有困扰，因为咱对伦理道德的主张无共款。因为有人讲，那你若守上帝的法，你做基督徒，你的律法，你的伦理观念，你的生活应该安尼做。但是有人讲爱安尼做，咱说回撒撒。信仰若是干那只有是一种会戒规律法教条。犹太人守2000年，非常的艰苦，所以今仔日圣经内底所咧讲的耶稣的担，兄弟姊妹，这句话是一个足宝贝，有伊信仰甲福音的内涵。最宝贝的内涵就是耶稣用伊的心来转变人的心。所以当然咱读到圣经的时，你会看到耶稣讲：我的心，恁的心是呢？耶稣把这些人带来到伊的面前，用伊的心意来帮助因对律法的时代进入稳定的时代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今仔日开始，上帝圣神，互恁享受做基督徒的快乐。愿上帝圣神甲主耶稣基督伊的保护，帮助咱做一个享受基督活命、享受上帝互咱欢欢喜喜这个福音的人生。所以这就是属灵的宴席的开始。求天父上帝，互你伫你的人生中间不断。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艰苦做过，一个捆绑，一个规定甲律法，不是。这个信仰是一个光，上帝的真理要互人得到智慧甲自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这个圣经耶稣安尼讲：见那着我担当的人，这句话是和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。拄则你若听到总圣长老伊所读的圣经的时，伊讲着我担当的人生就亲像石磨啊！咱古早若咧下米啦，要下米浆用迄个石仔的磨啊，今仔日若毋免用莫大。高接机胖的，就样咪，着我是一个人拢无爱，但是有当时伫着我的中间，人会得到造就；伫苦难的中间，人会体会到救恩的可贵。救恩的意思就是，伫咱做未来，
上帝替咱做。今仔日的圣经，耶稣的担嘛是这个意思。耶稣讲：着磨劳苦、着磨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安息的意思就是重新得力，因为耶稣的老爸天父上帝，伫旧约的记载讲，上帝就是一个互人重新得力的神。所以耶稣甲咱讲，安息的意思就是，都来到天父上帝的怀抱，一切的苦难要截止，要停止。所以安息这个字有两个字根。Anapause 这个字对后边这个 pause 就是英语的 pause 暂停。你若有一个键，伊写 pause P-A-U-S， 迄个字就是暂停，意思就是苦难到耶稣基督停啊，苦难到救恩临到的时阵停啊。上帝予一切的困境苦难伫伊的手中，拢得到安息截止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听咱的祈祷，所听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感觉你的生活有足大的重担，伫2022年，你看你的手伫你的心，你甲上帝讲：主啊 ，no more， 英语讲 no more， 就是讲无啊啦，到这为止就好，我无爱啊，够啊！上帝怜悯我，我已经艰苦甲挡袂牢，有够啊！你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怜悯我，互这的瑕疵重担。伫你的面前，拢得了休困。今仔这个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谦卑祈祷，因为今仔这3段圣经的话，无论是加拉太书，无论是马太福音在章，诗篇13篇，伊结连智慧，真做一个真完整的救恩的图像。所以今仔这个圣经有一个真要紧伊的含义伫这个内底，有3种。第一，咱的上帝要陪伴咱，咱的上帝要亲自陪伴咱。诗篇讲，虽然行过死命山谷，伫对敌的面前，这就是咧表明上帝伫各种的困境的中间陪伴咱。耶稣嘛讲，来就近我，你若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。我若无记唔对，这句话大大吸引着陈英宏长老，伊咧讲起伊信主的时阵，伫台中开车落地下道爬起来，拄开起的时阵，拄看到，毋知对一个教会甲这个经文放伫头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靠家己，真辛苦。但是，若有上帝通互咱倚靠，若有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耶稣讲：我的担是轻，我的担是快。十字架要对苦难变作荣耀，这不是靠好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所以耶稣的担不是咒诅，嘛不是重担。耶稣讲：你着日日背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担。基督徒真困难明白，但是当老主耶稣甲咱同在的时，你就要知影，耶稣所讲的这回事，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是一个祝福，是一个承诺，也是一个应许。在咱的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同担。犹太人因的内产，甲咱台湾人内产无共款。咱台湾的牛拢单打独斗，咱若古早咱台湾咧内产的时阵，拢牵一只牛一只。但是犹太人中东有真侪民族，因其实因是用2只牛做伙担。所以耶稣讲，担我的担，伊的意思就亲像讲，你甲我做伙，我甲你做伙。耶稣要背咱的担。所以虽然咱犹原有担，但是耶稣要承担，甲咱三甲地地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耶稣讲：我的心温柔谦顺，恁就背我的担，背我的担来学我。咱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自称基督徒。耶稣讲：来学我，来跟对我。
恁的信心就要得到安息。这句话上宝贝的意思就是，以耶稣的心换我们的心，和耶稣基督的心意来换心，咱的心思意念。2000年来，教会有不止罪的历史，是人伫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其中的一个人叫做保罗。保罗讲：我看以前我看世间的荣华富贵最宝贝，但是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感觉独独主耶稣基督赢过这一切。兄弟姊妹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咱的心，无简单。除非有圣神的帮助，若无人会通明白，什么叫做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。这种叫做体贴。也这恁知这个意思吗？一个囡仔若巧巧，伊看到爸母的生活，伊就会体贴伊的爸母的轻重。一个基督徒若心中有上帝，伊就会体贴上帝的心、上帝的话、耶稣基督的心，甲耶稣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耶稣咧讲我的心，这个字伫英文叫做 core 核心啦。这句话伫新约的圣经中间运用来形容，伫人心内上深的所在 ，innermost 英语，伊咧讲起伫心内迄个最深的核心，甲心思意念，人的心。耶稣伫这个所在讲，恁的心，这个心。牧师捌甲恁讲过，伫灵修学内底有一个字叫做 logismoi。牧师毋是咧甲恁卖弄这个圣经内底希腊文，毋是，因为古早人若讲的话，若是标题，伊常常一句话是代表一个真完整的观念。logismoi 这个字是咧讲起伫人内心的情欲，伫人内心的感情情绪，伫人内心的心思意念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讲话亲像囡仔，我的意念亲像囡仔，我的性情亲像囡仔。耶稣咧讲的就是，恁的心就是这个字。兄弟姊妹，耶稣若将伊尊贵的心放伫咱的心内，咱有超凡的情绪，咱无适当的欲望。咱乱糟糟的心思意念，忽然主用伊的光甲咱照，你就会发现，我有可能生活伫一个真糊涂、真荒唐的情景的内底。求主怜悯咱，主耶稣甲咱看，互咱无搁再生活伫糊涂、荒唐的日子的中间。主耶稣甲咱抱，互咱。伫耶稣基督伫上帝的国度的内底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耶稣伫这段话内底讲：用我的心换你的心，将心比心，将心比心。这是耶稣话中有话。耶稣讲这句话时，其实是话中有话。所以耶稣讲：我是世间的光，今仔点伫我内底，人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一个体贴耶稣基督的心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做真真实实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心嘛得到安息。这是当上帝背叛人，当主耶稣背叛人，伊的应允中间的第二项。第一项，主的背叛有属灵的影响；第二，主的背叛有上帝的安息。安尼拄则我甲咱解说这个字，伊后面的字根，头前搁加一个安娜 ，A-N-A， 毋是讲安怎啦，安娜 ，Paos， 这个字是啥物意思 ？Paos， 牧师甲咱讲，英语其实就是暂停啦，终止。上帝的手，互所有的苦难风影，亲像耶稣，伊甲伊学生做伙。伫迄个风影的大船顶悬，
耶稣斥责迄个风影，风影就停。恁会记迄个故事吗？然后耶稣回头倒来甲伊讲：“你较无信心咧。”兄弟姊妹，主耶稣今仔日嘛要甲咱讲，伊毋是责备，伊是怜悯。伊讲我的囝儿，我的查某囝，你较无信心咧，你较毋知影，我伫你的人生中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享受，这是主耶稣今仔日伊的话所带互咱的应允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伸出祈祷的手，咱甲主耶稣讲。主啊，今仔日的礼拜我需要，我毋是敢若听到圣经内底的财物，我为着我的人生将来所需要一切的活命甲困难，主耶稣，我伸出我的双手，主你怜悯帮助我。一旦我若长大成人，一旦我若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旦我若有正直的圣经的道理，我要真做上帝你的见证。来帮助我身边两者的人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，这是我的祈祷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用这祈祷来做两个学习的功课。第一，上帝的主耶稣的邀请咱，你愿意亲近伊吗？耶稣讲：既然劳苦背重担，既然着磨背重担的人来就近我，你愿意互耶稣邀请，成做你人生新的开始嘛？兄弟姊妹，是啦，我相信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拢是特别出色的。因为牧师已经教会已经2礼拜，甲咱讲，若袂当来，你就请假。今仔日会当来的兄弟姊妹，拢是特别来出色的。所以恁的出色，互我知影，恁一定愿意回应主耶稣基督的邀请。愿主耶稣伊将伊的邀请变做祝福。伊讲：我要互恁得到安息，我要将12个荣耀放伫恁的生命。劳苦背重担到安息，劳苦背重担到安息，这叫做十字架的超越。对苦难到平安，对软弱到能力，对烦恼到平安，这就是12个的头棒，主耶稣的权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将咱的肩胛头会担首先交予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将我的一生，无论我做会来，无论我做未来，主耶稣，我将我的一生交托你。亲爱的姊妹，无论咱做会来，无论咱做未来，咱拢将咱的人生甲主耶稣基督参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耶稣伊邀请，伊无凊彩讲话。既然耶稣所邀请、所应允的，一定会实现。你相信吗？检采，你会感觉讲无尽马上到，亲像咧刮刮乐，随刮就随有。但是耶稣所讲的，伊的稳定是一生之久。会记这句话无？上帝稳定是一世人的孤长，是永远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承受天父上帝应允，主耶稣应允。上帝应允就是耶稣应允，耶稣应允就是上帝应允。上帝甲耶稣应允，就是对什么人带来圣神带互咱，同一个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。耶稣讲：既然着我担重担，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阿们嘛，主啊，我相信，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伫咱今仔这个时代，有真侪人爱食松弛的药，伊叫我都困。人会躁郁、忧郁，爱食药啊，伊叫我都平静。但是有一种的能力，毋是药啊会当互咱的，这种的能力会互人内在困绑，毋是精神病，是一种情欲的挣扎，是一种吸引力的
抗拒，因为咱活伫一个充满迷惑的时代，有某一种的吸引力对咱来讲真可爱，但是嘛真可怕。今仔这个时代的诱惑真可爱，但是嘛真可怕。若无小心，可爱真正变作可怕。但是人真困难有能力，完完全全不受诱惑。主耶稣怜悯咱，若毋是主耶稣，咱拢是两只的人。主耶稣讲：“来就近我。”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的心甲耶稣的心结连。拄则我甲咱讲起耶稣的心，伫英文中间，伫旧约就开始。代表讲，毋是代表所罗门讲，你爱好好保守你的心，你会记迄段话无？因为人一生的果效，从心开始，对心来开始。所以对旧约就甲咱讲，你爱好好保守你的心。兄弟姊妹，你若已经有这种的成色，你爱帮助你的囡仔，因为人的心头若掠袂定，人的人生就去封印。主帮助咱，耶稣的心若伫咱的心内，就算这个较软弱的囡仔，伊嘛要平静安稳自在。求主怜悯咱，伊的话踮伫咱的内底，这是耶稣所讲的话，这是耶稣的承诺。因为耶稣讲，真理若来，就要互人得到自由；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主耶稣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人若踮伫我的内面，你就有真理，你就有活命，你就有道路。若要通过我，无人会通到耶稣，无人会通到上帝的面前。圣经讲甲真清楚，今仔日无论外交，到底是科学较重要，还是信仰较重要？所以你姊妹，你想呢？到底是信仰较重要，还是科技、经济较重要？求天父上帝，互咱做正确的选择。咱伫上帝面前讲：主啊，独独，你是我一生所追求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个金句真重要。伊讲主耶稣来，主耶稣头帮咱，互咱自由徛在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主耶稣徛伫咱的心内，心内一切瑕疵因由，咱看会清楚。伊虽然真可爱，咱知伊真邪恶，因为迄是化妆的可爱，装出来的魔鬼亲自化妆的天使。基督徒有圣情，人就有智慧通看见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主怜悯帮助咱。伫咱徛伫迄个危险的战场的时，上帝就用伊的腿甲伊的管来引带咱，互咱得自由徛在安稳，得自由徛在安稳，无搁再成做奴仆，无搁再互黑暗的关系，无搁再互罪的瑕疵。亲爱的姊妹，你的心内若有一种的习惯改袂掉，牧师无法度帮助你，但是牧师相信上帝要帮助我，上帝嘛会帮助你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来经历头放的自由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虔诚、谦卑、愿意，为着你的习惯，为着你人生中间无亲像圣经内底要求，不要逃避。但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有信，但是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你帮助我。主耶稣头帮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互咱清清气气，互咱自由快乐。主帮助咱，所以过来牧师要甲咱分享耶稣的担。咱若知耶稣的轻重，伊的意思就是认捌耶稣基督的担。耶稣基督的担真丰富，伊伫信仰中间、伫福音中间是非常的宝贝。伫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解说，伫
伫福音、伫新约的圣经内底所讲到耶稣的担有三种，有三种。第一，耶稣的担是以马内利的担，伊的意思就是，你若做袂来，耶稣要帮助你，要陪伴你。以马内利的担的意思就是，主耶稣讲，来将你的重担交予我，我甲你抱咧，我甲你担歹咧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要帮助咱。这是耶稣的担第一。第二，耶稣的担是稳定的担。咱做袂来的是耶稣替咱做，但是更较重要。为什么圣经有旧约有新约？你讲啊，都安尼，好亲像你知，好亲像咱个唔知。为什么圣经有旧约有新约？伊讲无事我知，新约旧约的差别是用耶稣做分水岭。耶稣进前的圣经叫做旧约，耶稣以后的圣经叫做新约。是，过来咧，伊的福音是代表什么？伊的意思就是将犹太人伊守2000年无法度得自由，因为犹太人守律法守甲走火入魔。所以安息日若看到人伫路林破病倒伫遐，伊嘛讲阿免啊，就安尼行过。因安息日袂使做超过罪的工作，安息日就是啥物拢莫做，毋是安尼。所以耶稣才讲伫安息日医病会使也袂使。犹太人已经守律法，叫做教条主义。那这咱毋通笑犹太人。今日真侪基督徒其实是无成熟的教条主义，因为大家人守的条无共款。因为大家人共一本的圣经解说出来，真侪无共款，有足左派，有足右派，有真保守的，有真自由的。真自由的，就是讲凡事拢通；真保守的，就是戆我守圣经的话，若照安那讲，拢毋敢无守。足烦恼就烦恼讲，万一若一条守无着咧。耶稣所讲的就是对律法的时代，真是稳定的时代。稳定的时代，就是讲你若有一个家金汤匙出世的家庭，你的老爸老母啥物拢互你，你著伫稳定的中间，啥物拢毋惊，你也免烦恼讲明仔载要食啥，因为你的家庭即个稳定的上帝，凡事拢甲你陪伴。我毋是要鼓励咱讲，针对即种的，咱咧讲的靠爸主、靠妈主，毋是。但是咱的上帝若是一个真活的上帝，稳定满满，也即个上帝要互咱伫富足的中间，即个上帝要互咱伫富足的中间，享受稳定的喜乐。所以敬拜应该是欢欢喜喜，敬拜应该是欢欢喜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来读第三项，即个耶稣的担的第三个福音的意思，就是耶稣的担是天国的担，是十字架的担。过来，我甲咱分享圣经所予咱，因为这是耶稣所讲，恁着背我的担来学我。主耶稣讲，恁着背我的担来学我。既然要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耶稣甲咱讲，日日也十字架来跟对我，天天做礼拜。日日甲主耶稣三甲伫地，这就是咱稳定的担。愿咱真是上帝，咱将这个世间的担摕落来，咱将咱经过头过去的自我的担摕落来。以前是一个罗卜的担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所有黑暗的关系袂通搁再捆绑我。伫上帝面前，我无搁再做奴隶，因为主耶稣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要成做上帝的囝子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有欢喜的领受，有清楚的领受，有悔改的领受，有喜乐祝福的领受。咱伫主的面前，这三个担，第一个担叫做以马内利的担，要相信、坚持，
牧师，我相信你今仔甲我鼓励，我欢喜，我嘛要相信，我嘛要交托。对今仔日开始，甲我一生的路尾，我相信天父上帝伫我对着的面前要甲我摆设恩赦。我相信我的主耶稣要加添我开力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这是以马内利的答，第二稳定的答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过再做一个，敢若真辛苦咧遵守基督教的信仰的价值规矩，毋是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享受上帝稳定、讨望以及迄个能力，互我对内面有能力通做人，有能力通做一个疼人的人、赦免人的人、原谅人的人、喜乐的人、无受气的人、无看路、无怨毒。兄弟姊妹，人有真多会做未到，但是信仰就是一个功课，慢慢长大成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进入到今仔日的圣经。你若愿意以马内利的，伫这个圣经的中间，伊安怎讲？伊咧讲起，若有主甲咱三角之地，咱就要成做一个住所讨放的人。这就是以马内利啊。以赛亚53章第4节安怎讲？伊讲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的痛苦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，伊讲伊担当咱的患难，背咱的苦痛，医治咱的病。所以听弟兄姊妹，以赛亚书53章第4节，互恁想到什么人会通安尼做？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以赛亚书伫耶稣出世的700年前，这句话就已经讲起，主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罪过。所以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安尼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是安怎讲？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，伊讲他挂在木头上，伊互人钉在十字架顶悬，亲自担当咱的罪。互咱既然已经伫罪顶悬死，咱就要活伫伊的圣洁甲公义的内底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礼拜了后，你将你的圣经摕出来，用荧光笔甲伊画起来。这两句话是今仔日祈祷的根据。耶稣要担当咱的软弱，这就是以马内利的答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相信，兄弟姊妹，伫你的身边有主耶稣。我用这个图片来提示咱，其实这张图就是咧象征今仔日这段圣经的意思。有一个头壳累累、碎碎、软弱的，但是有一个真努力。将这个担替咱担起来的主耶稣。所以福音书内底咧形容主耶稣有4个图像，其中一个图像就是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主耶稣做伙，伊承认伊担当咱的罪过，咱担当咱的患难，背咱的苦痛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，跟落去。彼得前书第2章14节，主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悬。圣经讲亲自担当，咱何德何能，对不？兄弟姊妹，咱凭什么予耶稣担当咱的罪？但圣经讲，伫咱要唔知影罪，伫咱要阁唔知影咱家己犯罪，伫咱家己要阁唔知影家己无知。荒唐，咱的主耶稣早就已经为着咱钉伫十字架顶悬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们何德何能？但是主耶稣讲，白白给你们，白白赏赐给咱。第二，今仔日主耶稣所讲，学我的担，背我的担，学习我的模样，这是稳定的担。拄则我甲咱解说，当耶稣讲这句话时，是表明十字架上顶，十字架上顶讲，主耶稣要带以色列人，亲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对埃及进入到迦南地，
对埃及跨越红海，进入到迦南地。主耶稣要带所有的世界人对旧约律法，这个旧约教条主义的信仰，跨越这个罪的鸿沟，进入到稳定的时代，这叫做稳定的约。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大概读圣经，大概咱亲近主的事，咱拢心满意足，不再做一个死气沉沉的基督徒。我的老师，一个叫做考巴特，伊从来唔捌甲我教册，但是我甲伊讲，伊是我的老师，因为这个人对我一生中间有足大的吸引力。伊是一个瑞士的牧师，伊是讲德语，伊伫20世纪的后半期，伊的影响力非常的大。伫伊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，又受东南亚的教会邀请来亚洲来做演讲，但是因为检查伊知影伊的身躯软件体力无够，伊袂当来，伊写一张批，今仔日还阁留伫历史的档案的内底。迄张批的名叫做 No Boring Theology， boring 就是讲无聊、死气沉沉。伊讲今仔日的开始，今仔日的教会唔通阁讲遐个死气沉沉。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不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基督教的信仰嘛，不是干那一个道德的教条。有够讲，今仔日什么时代？今仔日上大的价值叫做自由跟开明。所以囡仔拢笑恁唔捌啊，就亲像老爸讲啊。摕遐尼济钱，互你去买牛仔裤，买甲伊就破破烂烂，有无？伊讲愈破愈贵。甲爸爸讲，爸爸你毋捌啦，即摆这上流行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咱。我毋是咧批评即摆少年人的审美观念，我无迄个意思，无必要。但是兄弟姊妹，真理是最重要，真理是最重要。所以耶稣基督带来稳定，伊互人享受稳定，伊互人享受上帝真理，伊互人享受真理道路生命。愿主甲咱讲话，愿咱伫稳定的约的中间，耶稣本身就是一条路，是带咱到稳定的中间，带咱到天堂的所在，带咱到一生回家的道路。路伫所有宗教，路拢是一个足要紧的图腾。一个象征，对吧？耶稣讲：“我就是这条路，愿主予你一条路，永远行的路，无歪错，无迷路。”主耶稣的意思就是：我就是你的 GPS 啦，我就是你的卫星导航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真理，因为我解说上帝话予恁听。我要甲恁讲，十字架的担。”毋是艰苦罪过，十字架担是一荣耀的担。所以2000年来有偌济的宣教师，互人看做戆人，但是因为因明白耶稣的担是荣耀的担，因死了后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启示了讲有144000个人，因徛伫上帝施恩宝座前。这种的人，就是启示录所讲，将来甲羊羔主耶稣基督，当徛伫上帝荣耀的宝座前的人。兄弟，咱敢有伫这个中间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稳定就是甲主同享受。愿主的圣神开咱的嘴，互咱担着福音的甘甜。互咱认捌主耶稣，主耶稣要透帮咱，互咱对罪、黑暗的关系、对辖制、对欲望、对情绪，得到透帮。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期待祝福，有躁郁症、忧郁症的兄弟姊妹，全然得医治，甚至精神分裂。今仔日的时代。
医生敢断定，精神分裂是没有救的病，伊一定要一世人吃药啊，才会当压抑伊的幻觉、幻想。人就是肉体的人，求天父上帝怜悯，伫上帝面前，伊若肯，死人嘛会搁活。你敢相信这种故事？愿主帮助咱，互咱绝对不可能的那个死气沉沉的、绝望的人生，死搁活。主帮助咱，过来天国的恶，耶稣所教互咱的是一个荣耀的。兄弟姊妹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今日中华民国若要派你去美国做美国大使，你要去无？你讲啊，迄牧师迄无可能，我都不要勇气啊。假设性的啦，吼。那你有一个机会，你要代表主耶稣基督，到伫这个世间去做伊的世间的大使，你敢愿意？你讲主啊，我袂，就是天国的恶的意思啦。主要说你日子架12个来军队我，意思是上帝要将一个荣耀，主要说要将一个荣耀的积分，互你伫人生的中间不会安那虚度光阴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袂安那，到人生年老时吐气讲哈。我一生实在浪费啊，啥物拢无做，气死啊！不是老死，是气死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我们没有虚度光阴。咱个主讲，主，我足寒慢的，1000个、2000个、5000个，我拢拜袂着。我唔敢甲你讲，我有1000，无。主啊，我是一个足平凡的人。主耶稣。你若肯，你要安怎用，我拢互你用。主要说对一个囡仔的手中摕啥物？5饼2鱼啦，一只。哦，咱有一年的奖章就是5饼2鱼。兄弟姊妹，主啊，我是足寒慢的，真粗俗。但主要说你若肯啊，互真粗俗的物件变做你荣耀的器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这个天国的器具，这个字，这个恶，有两个意思。反正英语有两个字，其中第2个字叫做天平啦。主耶稣会打这个打，翻译做英语有2种，一种叫做 libera， 这个 libera 这个字其实不是英语尔，所有欧洲的语言拢知影这个字。libera 是对罗马的时代，耶稣的时代就开始用。这个 libera 伫罗马的时代，伊家叫做啥物？天上的星座有一个叫做天秤座，有无？罗马人的秤腿1磅，你若去买咖啡1磅，偌重？300多公克。对古早到今仔拢安尼。这个字叫做磅，1磅的磅。伊简写叫做 LB， 不是 LV 哦，吼 ，LB。libera 这个字，伫圣经的这个字叫做秤腿，对这个字延伸出足丰富的意思。那用秤腿来讲，这个恶，它取它的平衡，有啊。两只牛做位打，敢会当关节卡平衡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归零。伫耶稣基督的打的中间，咱的生命会归零。第二，咱的生命会衡量我有没有价值，我所做的意义。第三，自由，因为对 LB， 今嘛全世界有一种的币值，一种的钱啦，伊嘛叫做 LB。你敢知对一个国家来用？英镑。2000年前的罗马，伊无传到意大利。竟然叫英国人摕去做代号 logo， 英国的英镑都是 LB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主耶稣这个话不是 LB， 是主耶稣天国的打放在咱的生命中。咱甲主耶稣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我不以十字架为苦悲，因为主耶稣。你是活命，反正讲这个话互咱听，
今仔日咱是一年一摆好会，会员大会。咱毋是请恁来同意讲，旧年咱的教会收支就是安尼用，安尼支出，咱的事工就是安尼，毋是干那来听报告，是邀请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同心祈祷，咱为着旧年祈祷，咱嘛为着今年祈祷。所以会员好会最要紧伫礼拜中间同心祈祷讲，主啊，你求你将这个 libera 这个平安赏赐给我。libera 翻做英语有一个字叫做 liberation， 自由啦，解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圣经的话。所以后的结论，兄弟姊妹，愿咱的教会真多，上帝所使用的教会，天国的胆，伊代表使命感。或者牧师要真诚恳，甲恁邀请，嘛甲恁拜托。你敢愿意，互咱的教会伫将来有进步？出色是一个最基本，但毋是干那安尼尔。伫牧师心中有一寡计划。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恁的家庭拢幸福，幸福到恁就开放恁的家庭，真做祝福人的家庭。兄弟姊妹，咱伫即间教会有足温暖的友情、兄弟情。愿上帝互咱做伙，伫新的将来，咱继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使命，家己欢喜担，欢喜做，甘愿受。愿天父上帝主耶稣讲，我的担是轻，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稳定的担，我的担是荣耀天国的担。阿门。愿主对恁讲话，永永远远继续对恁讲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深深感谢你，你改变这间教会，你用心，用你的心，用你丰盛的活命，改变这间教会。阮相信，既然进入这间教会的人，拢要伫这个所在受改变。主耶稣，阮学乐感谢敬拜你。对这事，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